老細，我哋今日同日本嗰個視像會要改期啊！嚇？點解啊？我哋今日一定要簽約，絕對唔可以改期。哎呀，唔係啊，嗰個啦上咗廣州，跟住我哋平時嗰個軟件喎，大陸又用唔到嘅，個客日本客佢又唔識講英文嘅。哦，用 eBrand 咪所有問題都解決晒咯。只要完成 eBrand 登記，就可以隨時隨地使用呢個唔受地域或者語言限制嘅視像會議系統。呢個系統由香港研發，開發初期係專為法律界而設，所以準確度要求十分高。而家呢個系統亦適合各個商業界別使用，所有資料內容會儲存喺香港嘅 server，全世界包括中國內地都用到。系統除咗有視像會議同錄影功能之外，仲可以幫你即時寫埋會議記錄，慳返唔少時間。最重要嘅係佢有即時翻譯功能，可以將15種唔同國家同地區嘅語言翻譯做繁體、簡體中文或者英文，好似廣東話、普通話、日文、韓文、俄文等等。用家只要喺開會前選擇所需翻譯嘅語言，開會嘅時候，螢幕就會即時顯示對話內容，亦即時記錄同翻譯做中文或英文，做到真正嘅全球視像會議。哇！原來有一個咁好用嘅視像會議系統㗎，我都唔知嘅。而家即刻登記啦！通知全世界，今日嘅會召開。